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，耶利米书第6章第1节到第19节，希伯来书第12章第3节到第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管教。诗篇88篇第14节，大卫的诗篇说道：上主啊，你为什么丢弃我？你为什么躲开不理我？这里的躲开和合本翻译是掩面，原文的意思是藏，也就是说，在大卫的祷告里面，他说上帝在向他躲藏，不让他见到上帝的面。真的是如此吗？记得在创世纪的记载里面，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违背上帝的旨意的之后呢，当上帝的灵再一次的运行在伊甸园中，那时候亚当和夏娃却是向上帝躲藏起来。这样的躲藏关系基本上就是跟上帝的关系远离了，上帝不再管教以色列人民了。我们最近在研读先知书，无论是何西亚先知、以赛亚先知、耶利米先知书、以西结书等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先知虽然说是预言，那里面大部分讲的就是惩罚啦、审判啦，以及毁坏啦。但就是如同牧师之前一再的分享提醒，先知之言是透过管教让人悔改，回转向上帝，得到救恩。那更明白的说，先知之言是上帝的管教，因为先知是上帝的代言者，是上帝的仆人。耶利米书第6章，先知这样说道：便雅悯人啊，逃命吧，快逃出耶路撒冷！你们要在提哥亚吹号角，在伯哈基林燃起警报的烽火。大灾大难快要从北方临到了。锡安城虽然壮丽，但要被毁灭。列国的君王要率领他们的军队，在城的周围各自选定据点扎营。他们要下令准备攻城，在中午发动攻击。后来他们又说：糟了，天晚了，黑夜到了，来不及进军。我们要在夜间攻城，摧毁防御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已经命令领军的君王砍伐树木，堆造土垒，围攻耶路撒冷。他说：这城充满欺压，我要惩罚他。像水井不断涌进清水，这城不断地制造新罪恶。我听见城里发出残暴毁灭的声音，我也看见病痛和伤痕。耶路撒冷人啊，你们要从这些苦难吸取教训，不然我要丢弃你们，使你们的城荒废，无人居住。以色列人不受管教，
不愿意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他们就与上帝渐行渐远，最后自己就必须要去面对所有的困境。在诗篇23篇提到，纵使走过阴森山谷，我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用杖领我，用棍护我。用杖领我基本上就是一个管教，上帝透过管教来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受调整，走在这个正轨上面。那些不接受管教的人就无法知道是非对错，就很容易犯下大错误。就如同那一只迷羊一样，当他离开羊群的时候，那就必须要去面对所遇到的一切困难。也如同浪子故事中的小儿子一样，他以为他什么事情都可以，但是事实上他最后连生活的能力也没有，连猪吃的食物也无法进食。可是他之前就说没问题，没有事哈。就如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他们看我的子民创伤为不足轻重，他们说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其实问题严重。他们做了这可恶的事，理当支持，可是他们不支持，不脸红，所以他们要跟别人一样跌倒。我惩罚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一蹶不振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对于基督徒而言，接受管教、训练、指导是非常重要的事。基督徒教会同工，除了自己的灵修、灵性的栽培以外，如何一再的受栽培，积极的参与所谓的在职训练，成为一位称职的教会同工、忠心的上帝仆人是非常重要的角度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就容易如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，我们以为自己会了，我们以为自己做对了，我们以为自己做得非常棒了，但事实上却是完全的走偏了。用严格一点的说法来说，我们说这是偏行己路。希伯来书这样劝勉我们，他说：我的儿子啊，要留心主的管教，不要因他的责备而灰心，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人，鞭打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。你们要忍受管教，因为你们受管教是表示上帝待你们像儿子一样。岂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？如果你们不像其他的儿子接受管教的话，你们就不是真儿子，而是私生的。对于肉体的父亲，我们接受管教，仍然尊敬他们，那么对于灵性的父亲，我们岂不是更加的顺服，以求得生命吗？肉体的父亲随着自己的意思暂时管教我们，但是上帝的管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要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。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，可是后来那些因受管教而经历过锻炼的人，能够结出和平的果子，过着正直的生活。
希伯来书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，应当要接受管教，愿意经历过锻炼的人，才能结出美好的果实，过着正直的生活，让上帝的名声得到荣耀。有机会接受管教，表示还来得及。若是我们再也听不到上帝的旨意、先知的预言，表示上帝已经对我们掩面了，就像新旧约的400年一样。基督徒如何乐意的个人信仰上领受上帝的管教？如何愿意谦卑的学习教会的服事，是教会之福，能够成为又甜又美的葡萄，荣耀主名。诗篇71篇第1到第6节：上主啊，我向你寻求庇护，求你使我永不失败。你是公义的，求你帮助我，搭救我。求你垂听我的祈求，拯救我。求你做我稳妥的避难所，做保护我的巩固堡垒。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我的上帝啊，救我脱离作恶的人，使我摆脱凶恶邪恶者的势力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希望。我从幼年时你就信赖你，我一生都依靠你。我一出母胎你就保护我，我要始终颂赞你。谢谢主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同在的对象，也让我们有受教的心志，愿意遵行你的旨意，走在你的正道之上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